好，开始。哟，好，来送出去啊。来对这段开始啊，第7页第2段开始哈。考赢看书，歹势，搁叮当着。我的鸟鼠啊，走倒去。来，考赢看事势毋妥当，就闪对北京的那公顶，用面罩皮做盾牌吼。电话其实读到遮尔吼，咱即句都还未读较煞吼。好，用面罩皮吼，等我讲到对面罩皮开始讲，毋知讲到倒去吼，讲到种远的所在去。面罩皮，做盾牌吼，盾牌就是鼎做的即个盾牌吼，盾牌吼，藤牌啦吼，盾牌。手夹啥物？一支笔仔尾吼。笔仔尾是你会对有后壁有括号写讲尖尖的枪仔吼，尖尖的枪仔，枪就是咱即嘛讲枪啦吼，口语讲枪仔吼。当然，即个枪毋是即嘛拍进去飞出去迄种枪，是迄个无溜吼，尖尖吼，一支尖尖的即个就冰整迄种诶，伊叫做笔仔尾吼，尖尖诶，即个物件叫做笔仔尾吼，所以就是即吼手举一支笔仔尾，啊，长单插入来，就对顶面砸落来吼。好，砸是原调是砸啦吼。若要读砸落来嘛是砸落来都会使，嘛是会使吼。后壁拢读轻声砸落来吼。我是就照安尼来变调砸落来吼。好，来马文来即句，我读一遍了后，再麻烦你煞只搁读一遍吼。考赢看事势毋妥当，就闪对北京的那公顶，用面罩皮做盾牌，手夹一支笔仔尾，尖尖的枪仔，长单插入来，就对顶面砸落来。考赢看事势毋妥当，就闪对北京的那公顶，用面罩皮做盾牌，手夹一支笔仔尾，尖尖的枪仔，长单插入来，就对顶面砸落来。OK， 长单。嘿，是长单。有啥物问题吗？还是要了解啥？长单你知啦吼？嘿啊，就咧甲长啊，伊就是伫遐咧甲等就对。嘿，对，长甲等其实是，长嘛是有等的意思啦吼。但是长其实是有迄个，咱来查一下词典，长。因为我拢讲长啊，你莫我长着。嘿，对，长是。长要解释，我煞毋知要安怎解释吼。长等吼。长就是有主要意图啊，超工要去甲长嘛，对无？伊可比讲诶，有啥物人欠笑是安怎？你就是有一个特定诶目的，要找特定诶人，啊，着细个去探听，知影伊诶出入，知影伊诶做是啥物时间，有可能伫啥物所在出现，啊，就是你着事先伫迄个点，伫迄个时间进行徛伫遐。准备要甲长啊，就等伊过来就甲长着啊。啊，长等，当然长若是等，就是等可能是我的语感就是较一般的迄个啥论述吧，对无？
伫倒等公车、等人、等司机、等时、等啥嘛，可能较被动，也是较重视。啊，若等就是敢若有淡薄仔强势，甚至拍算要做一个啥物代志安尼啊。监理店竟然无登即字，咱讲涉含箭要掠，比如讲掠鸟刺吼，叫做登鸟刺吼，就是涉含箭要掠物件叫做登吼。登对啊，你要甲登啊，涉含箭。来长鱼就是用网仔顶咧掠鱼，叫做长鱼吼。啊，伊这个汉字就是写即个长吼，当然伊是当呢，长。嘿啊，即马对啊，长。哦，安尼所会当了解吼，安尼会当理解为虾米长字会用即个，譬如讲长好，拄啊好即当阵安尼个，长好长咧好康啊，长发财吼。生理顶顶全程趁大钱的时阵，吼，长发菜、长发花，长发菜是生理，所以生理趁大钱的时阵，长发钱、长用身体长咧用，吼，啊，所以长等用即个长字，伫咧语感上，我就会当甲斗起来吼，当什么时的时阵，就是穿边边的意思啊。嘿，对啊，要穿边边啦。伊准备就是要掠迄个贼，还是要互贼死，还是要互贼无爱走嘛。所以就是伊就手夹一支笔仔尾嘛，就是穿伫遐嘛，啊，当等贼入来，因为贼就是可能要离开边啊，会当啊耍叮当嘛。啊，即马就是考验，就是讲，看到即个状况，可能头前一个状况无好处理，也是安怎？啊，即马就是穿好一个笔仔尾，啊，徛伫一个啥物所在，当等插入来嘛。伊可能插即马是要共抢，要共摕物件嘛。啊，即马即个考验就是伫一个啥物所在，可能伊知影因兜较贵重物件放伫啥物所在，就伫遐咧当等插入来嘛。就对顶面甲砸落去安尼啊。伊可能徛咧一个关系嘛，伊较好出人嘛。伊安尼。你要对下骹吐起，你的力量爱较大，靠着甲顶面迄个人安怎？啊，你若徛咧顶悬，迄个势可能较好处理啊，都是长等插入来啊。你若方便再看下，我即马share迄个画面啦吼，迄个 YouTube 顶头迄个大理大书店内底一寡例书吼，先煞学起来吼。我看嘛来。长用即大家知啦吼，身体长好用时阵吼，身体用行长上用行的时吼，长热就是非常热心的时吼，当你热心咧做啥代志，长热长起色，即全身流行吼，长起色我是较安尼听人讲，长起色，长开吼，花长咧开吼，安尼花长行，即个我毋捌听过吼。日长行就是日正当中吼，日正当中吼，日长行，就是透中昼啦。日长行，我今仔日才学着吼。长行时吼，长时行咱是较直听着啦吼。长行时吼，就是长时行的意思。长寒吼，当你大寒的时阵，长人。埋伏你等人，等人吼，伊这爱读轻声，后壁读轻声，头前读分调，等人吼，等毋起，担不起啦，等毋起吼，当年当年烫天吼，当年烫天就是规年烫天啊吼。哦，这是长字，我看后一页阁有啥物？哎呦，哦，当兵，原来做兵阁会使讲当兵吼。好囝毋当兵，好人毋驻军吼。哦，这项华语
有对应的，但是无共讲法吼。咱是用好当毋注精，华语讲好体呐。我就袂。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啊。哦是哦，是好铁啦，台语讲好当。当拍手。当可能较假值的看。好当毋注精吼，好囝毋当兵，当不起吼，当生吼，细头当生，柑仔当生，当你大出啦吼，当时正当时，当时好，当宵我就毋知伊就是当宵是当你迄个。好笑的时阵款，当少，当少年，当事的当事者吼，当今白日就是当今白日。哦，对啊，当大白日嘿，当大白日，当顶夏花，光头白日啦吼。我感觉敢若伊发做历史中道，可能无甲伊。你拄仔讲迄较应该较对啦吼，当大白日。嗯。当顶灯火，当顶夏花，还是当顶夏花吼。约束或者是咒抓的事若失约会，亲像当夏花去安尼死去。哦，这什么意思？若骗你当顶夏花吼，意思是讲我若要甲你变，就像夏安尼花去。意思讲伊会照聘照行啦。对，当顶夏花，即个你拄则讲的当头白日啦吼，当头白日抢关帝庙，就是你是行房事，叫做当头白日抢关帝庙吼。我今日才学着吼，当头白日抢关帝庙吼。那就爱买啊，都完全看袂出来。当头白日抢关帝庙。来，咱转来即个出世线遮吼。咱继续看咧吼，即个长短就是当学到遮尔侪书吼。其实有一寡书真正看个感觉无啥物好学的吼，好学的，但是伫咧书店就是会当学着足侪吼。好，来继续吼。果然站倒一个，因就拖出去因就拖出去吼。若要照安尼读吼，因就拖出去。按算擦适当，退水转去吼，退水就是退兵啦吼。退水就是退兵，伊是叫做退水是，咱讲退兵啊若水安尼吼，水流安尼吼，规个退水转去吼。无拍算。这是安尼一句啦吼，所以来，嘛是个，我实在毋知下底有人无诶，嘛看袂着啦，无当做无啦吼，咱就继续读落吼。来，马文来，我一句两句好啦，我这两句我读了后再麻你再搁读一遍吼。果然站倒一个。因就拖出去，按算擦适当，退水转去。果然站倒一个，因就拖出去，按算擦适当，退水转去。好，继续吼。
无拍算，搁较凶，规定进入来。好，无拍算，搁较凶，就是讲无拍算，就是无想到啦，料想未到，叫做无拍算吼。无拍算，搁较惨搁较凶吼。无拍算，搁较凶，讲意思是讲，本来是想讲我甲恁暂倒决定的退水转去，结果呢，搁较凶吼。颠倒搁较凶，安怎规定进入来吼。好，咱来看即个钱啦吼，关掉是钱。我想无为虾米做这灯胆的灯里，但甘蔗店竟然完全无收吼，一字都无。这是遮尔侪，咱拄则看遮尔侪数字台语内底东西，当然因为是白话音啦吼，毋知是毋是安尼无收着。好，我来咱看一个钱哩。钱哩，咱较少讲的即个，就是用话语踮遐咧烧钱嘛吼。另外即个箭头吼，写钱的钱吼。好，写钱的钱。另外是。好，就拄则讲烧钱的钱吼。OK， 而且伊即个钱呢，真明显是含即个话语的烧钱是无关系啦吼。但是我感觉即几字啊钱吼，共即个音吼，其实会当伫语感上拢会当感觉会当相连相活吼。金钱的钱吼。甲即个三钱的钱，甲即只伊中即个，咱来学者吼，叫做，这是读做，意思是尽力的哦，但是我毋知这是啥物意思吼。正开，我嘛无解理解。咱来看后即个后壁即个叫做正轨，伊是读做轨哦。我想讲是读正轨吼，啥物意思呢？是用米互鸡食，通让有重，灌水就对啦吼。但是伊毋是灌水吼，伊是。嘿，你。你袂进就加钱一寡互伊啊。我较早我是听人讲正规啦吼，但是正规个伊安尼写，咱就得安尼读吼，正规吼，正规。所以即个正规吼，即个钱的意思会当理解吼，硬钱就对啦吼。即个硬钱就有符合即嘛咱咧读的即个出世线顶头即个意思吼，讲进入来吼，就是即个硬钱的意思吼。嘿，咱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吼。钱，姜钱吼，这读过就好。另外一个钱我袂记吼，就是用油去煎吼，用油去叫做炸油炸吼。咱叫做钱吼，华语叫做炸，但是其实是咱用含华语即个汉字是完全无关的，无共啦吼。钱，另外是口头三种豆强辩吼。好，第四个就是拄则讲的即个钱吼。第一个意思是摄入去吼，摄入去，钱人去，这是是毋是闪得去吼？第二是三种小种做大声吼，是吼，就是拄则，这都是拢符合即嘛伫个即个出世线用的即个意思吼。摄入去三种做大声。第三是行的方向甲风水流等等的即个方向颠倒变吼，倒反哦。即个词是咱伫咧读即个咱野声是字典咧用着吼，咱讲正方就是即个，嘿对。好，咱来看例词吼。第一个讲摄入了，壁正砖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
见人芳吼，见人芳较容易理解啦，就摄入去吼，见人芳。壁剪砖啊，应该是讲甲砖啊剪入去壁内吧。就我等下咱来看一下原册扫描吼。龟鸭剪龟，就拄则讲的吼，硬摄入去嘛吼。而且是龟吼，拄则讲龟，拄则读做龟吼，我感觉怪怪吼。鸡鸭剪龟吼，就拄则讲的意思吼，硬灌水吼。第二个。见大生吼，就是要抢第一啦，三更要做大生嘛吼。第三个是鱼见水吼，这个叫见风吼，拢是逆风逆水，安尼你行的意思。咱看下原册。见伫倒位呢？伫遮。第一个意思吼，第一意思讲是摄入去嘛吼。我们这敢若。捌日语的人看有啦，咱是看无啦吼。姊妹科目，即个什么欧西科目，欧西科目就较知啦吼。欧西科目就是硬，因为伊汉字写的，咱就淡薄理解吼。嘿，啊是讲即个哈萨米科目吼，即个汉字用差不多译会出来吼。啊，但是即个姊妹科目看就是，敢若是第含另外即个字相款嘛，即个语言三字迄个字，感觉，歹势，即是汉字学袂晓啦。壁剪砖啊，吼，摄砖啊，吼，见人芳吼，鸡鸭剪龟吼，即只龟字用即个汉字，即个讲字吼，见大生，好，咱转来。遮吼，欢迎这位林诊，我甲你invite吼。你若有兴趣，则含阮来斗阵来读啦吼。有兴趣做伙来读。嘿，做位来读，咱都看到倒位啊吼。按算擦的适当退水转去遮吼。无拍算，搁较详规定剪入来吼，咱拄则就是学你即个剪字吼，做三摄入来吼，或者是三剪做大声入来安尼吼。硬剪啦吼，或者咱讲鸡鸭剪龟硬剪入去即种剪吼，即个意思吼，拢会使。好，继续咱甲即句学煞再来读吼。开枪拍上去吼，规定剪入来嘛吼，开枪拍上去吼。哎呦，即句的主词是啥物人？我真看袂解出来。无拍算，搁较详规定剪入来，开枪拍上去。这是规定嘛，对无？所以你意思是，这是主词是擦，嘿啊，擦开枪拍上去。拍上去是对下骹嘛，啊伊迄个烤鸭是伫顶悬长弹嘛，对无？伊伫顶面嘛，准备讲对顶面插落来嘛。啊，当然有当阵遮伊词就是看迄个啥物入去入来，落去落来，有当阵看伊迄论述的点嘛会跳来跳去，就讲迄个观察的点念伊伫遮，念伊伫遐，伊对头前来讲，长弹插入来嘛，啊，就表示伊伫内底，啊，插会对外口来嘛，所以插入来，吼，啊，就对顶面砸落来，啊，佫变砸落来，怪怪就是，迄个砸落来就变成伊徛伫下骹，才是砸落来，啊，其实伊毋是明明伫顶悬嘛，所以有当阵啊，迄个观察的点啊，敢若念伊伫遮，念伊伫遐，敢若一直杀无，吼，啊，则佫因就拖出去嘛，对无？伊伫内底，所以拖出去 ，OK 嘛，拍算是安尼嘛，吼，按算擦会适当就转去嘛，就离开嘛，吼。无拍算，搁较详规定剪入来 ，OK， 伫内底剪入来嘛，啊，所以开枪拍上去安尼。
嘿，所以是，插伫下骹拍枪开枪拍上去，因为即马论述即句又搁是插的角度嘛，拍上去嘛，迄个孔也是咧顶面啊。OK， 规段来甲看，较理解讲开枪拍上去的主词，看起来是讲即阵插啦，吼，开枪拍上去，吼。当然，这个枪和拄则讲迄个比拉尾是相款的物件，吼。是相款的。嘿，毋是讲即马咱理解迄种枪，吼。嘿，毋是火药迄种枪。嘿。好，咱即句咱来，我读过了后，马文再嘛后，你再个读一遍。啊，即位林先，你若有兴趣，再起来读吼。免客气啦，吼嘛免紧张嘛，免烦恼吼。家己学尔吼，读袂来嘛是家己学吼。好来，无拍算搁较凶，规阵箭入来，开枪拍上去。无拍算搁较凶，规阵箭入来，开枪拍上去。即个上第七声爱变调变做拍上去才对吼，爱变第三声，我嘛读毋对吼。开枪拍上去吼。好，林先无起来吼，我毋知应该是无啦吼。我毋知，你若有起来再出声者，我现在看袂到吼。好，好，过来吼，咱继续读落吼。不兴面皮暗无肉吼，咱搁会记号，伊摕面皮做阵牌，面照皮做阵牌吼。不兴呢，结果呢，不兴面皮暗无肉，骹头有着枪吼，骹头有去着枪啊啦，因为这真插也枪安尼拍上去吼，硬扎起来吼，规阵的啦吼，结果面皮暗无肉，骹头有着枪吼，所以古早着枪甲即马着枪讲法相像吼，但是迄个武器无共吼。就练落来，嘿，就练落来吼，来爱读轻声哈。落爱读本调，落吼，就练落来吼，即安尼飘音吼，和我讲话习惯无共吼，所以感觉足艰苦诶。伊诶台语毋是咱诶台语。就练落来吼，插真就练落咱即句我看觅，不兴面皮暗无肉，这应该是无啥物通好学诶啦吼。爸比有伫诶，就甲问即句你有啥物问题无？因为我先看过，逐字拢感觉足简单吼，无啥物好加讲诶。不幸嘛吼，不幸就是不幸嘛 ，unfortunately， 面皮暗无肉吼，面皮暗无肉，暗好，暗就是暗砍迄个暗嘛吼，所以实在是嘛无啥物通好解释吼。好，先看即个暗字。毋是年糕暗吼，暗砍。咱会无看到迄种较符合的字吼，伫咧监字典无看到。暗目睭啊，目睭暗起来。你拄则看了暗目睭安尼讲会需要，我来要看。看手头的字典，我看手头的字典。哦。目睭暗起来。用手暗嘛，好，大理大词典暗，年糕暗哦，
不谙世事吼，无咧插世事，不谙世事，不谙世事，无插世事，了解。好来，就是即个暗字吼，哦，真侪历史通学，真侪意思啦吼。八个鬼色吼，所以咱就来看遮八个鬼色吼，甲大喙口合起来吼，暗。例句，譬如讲，喙着暗地，拿喙甲伊暗起来吼，就是甲大喙口甲合起来吼，叫做暗。喙着合的，这较听有啦吼。拿喙甲伊暗活来吼，即个动作拿喙甲暗活来，就是讲要甲迄个大喙口要合起来，迄个完全符合即个规则即个动作吼。第二个是砍吼，砍嘛当讲暗吼，用布旁甲伊暗地吼，暗目睭拄则马文讲的，暗水牛，暗死鲤鱼吼，看目睭来耍的即个游戏吼，一种囡仔耍吼，暗水牛，我毋捌听人讲过，看目睭来耍暗水牛。好，第三个是庇护、帮助、拥护，叫做暗人。暗全家会得过吼，掩护的意思啦吼，看起就是掩护吼，暗护嘛吼。第四，算小时诈骗，无暗无，这是读做空吼。等来看原册扫描就知。算小公道，无暗欠人的钱财吼，无暗无欠，我想这应该是读做欠才对吼。无暗无欠。第五，贪心，无暗无欠是讲算小公道，无暗欠人的钱财吼。第五，贪心，迄个人真暗，这我著今仔才学着，真暗，真贪心啦。嘿，安尼无容易理解吼，语感上感觉袂真暗，无法度通理解吼，语感上无法度通去理解起来，迄个人真暗。马文，你敢有法度看到即个真贪心，讲真暗？无法度，头解看。嘿啊。当作贪心的。嘿。贪心真暗。过来。从来捌听过一种讲法。对啊对啊，嘿，今仔日才甲学起来吼，真暗。第六个是香炉顶顶的墩黄内面弯翘入去吼，即叫做暗。即个若敢若讲，咱进前我阁会记得咱进前学的即个昂吼 ，ang 第三声昂就是妄字啦吼。你对啥物生暗过迄种昂吼，伊就讲昂是迄个墩喙，伊的喙的墩是黄内面弯翘吼，即就当讲暗，伊的墩是暗对内面的吼。我今仔日才但是。其实吼，迄个光吼，有时仔阮会讲暗光吼，就是安尼讲。当然是，毋是嘿，暗光是第一声变第七声嘛吼，所以其实是你若要你写就写做 am， 就是讲即个暗字暗光。哦，所以即个暗光为虾米用即个暗字？即嘛我才学着啦。原来即个暗字就本身就有迄个意思，迄个。墩是黄内面翘的吼，所以咱来看伊个例句是讲暗的红暗的红仔喙，就是红仔喙啦，歹势，暗的红仔喙就是红仔喙是暗的，是暗的，暗就是拄则讲的意思吼，墩黄内面弯翘叫做暗吼，暗，所以暗光吼，就是安尼来吼。好，马有你捌听人讲暗光啦吼？有啊。吼，暗光。对。暗光即种讲法，毋是敢若阮庄脚人咧叫吼，应该伊足普遍的讲法吼，暗光。第七是。可能超一人嫌，可能有一人嫌哦。大细拢有啦，吼一般是暗光，
细汉拢想讲颔光是迄种足大诶，囡仔会当跳入去诶，咱大呢，嘿嘿嘿，大啊，规个囡仔遮尔大人，一个囡仔悬安尼，遮尔大叫颔光吼。阮拢用迄来堆水啦，吼，水缸其实就是水缸，或者是用来咧生咸菜啦，吼，咸菜生诶规贴安尼，嘿，颔缸。第7是围起来嘛，叫做颔吼，用手颔着吼，用手围起来，吼，着用三撇吼，颔活来才袂落去吼，颔一个颔字围活来吼。擦，互人按着吼，就是擦用围起来，擦去用按着。第8，即种语感上就是含拄则讲啥物庇护、掩护、安护啦吼，甲大喙口甲按活来吼，是讲按目睭即种按拢是其实语感上拢会联想会到的吼，会当理解吼。就敢若迄个贪心实在是较无法度。贪心，所以贪心可能就是双手合握来，安尼硬要物件拢要甲收来，安尼即个暗，可能是即个暗的意思啦吼。迄个人真暗吼，无实在无法度通去联想呢。等下即个咱纸片，即个电脑一关吼，真正袂记啊吼。所以爱安尼去联想才有法度。迄个人真暗吼。第8个是就是 mixed 吼。好安排吼，好套揽就对啦。好安排吼，安来甲去，安来甲去，对，就是安来切去，安来切去吼，安来切去，安来甲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 ，OK， 安来切去，安来甲去。我都理解，咱看下原册扫描。8:49。来，即个暗字吼。通常吼，一个足简单的字吼，伫咧字典上吼，拢是占迄个篇幅上侪吼。你去看英语相款吼，啥物 get 吼，你去看吼，规篇的啦吼。嘿啊 ，in on 或者规篇的吼。嘿啊，愈无简单真正吼。好，8个规则咱紧紧甲看过吼，例文的部分。按第一个是希罗亚哦，就是讲迄大的喙口甲按握来，甲握来吼，这是第一个。第2个是就是砍掉的吼，砍掉的吼，用布旁甲伊按着。咱来看下按拄则即个啦，按水牛吼，我读毋对去吼，我出来是要看即个骹若飘音到底我是读对啊毋对？按水牛吼，拄则讲是囡仔咧耍的一种。游戏即种囡仔耍啦，是甲目睭砍掉的吼。但是我嘛是毋知安怎耍啦吼。第3就是讲庇护暗护吼，希个思路吼，拥护思路吼，拥护吼，安人。歹势吼，应该是读做安人，我咧摇吼，因为伊即只吼，即个啥，伊人顶头阁有两徛，吼，两徛这是含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注音的方式，实际上看意思就是讲，即个人爱读轻声吼，譬如讲这只有嘛有吼，按活来，即个来都要读轻声嘛吼，上看安人吼，所以即只吼拄则讲，我看写安人，即个汉字的一个问题啦吼，你。根本你无都读轻声要哪飘，搁写嘛是共款字吼。所以这也读做安人吼。安人就是用户是看家那多哦
五马卡斯，等下吼，无暗无坎吼，这暗人是啥？暗人是庇护嘛？对。对，歹势，我哪会读对遐去？我应该是先看即个暗人吼，是庇护人吼 ，cover 啥物人啦吼。第四个则是迄个，就是讲算数无暗无坎，公平嘛。但是即只要伊上看一个词叫做暗人吼，伊个写同上，就是含拄则即个意思共款意思就对啦。但是即个我来看无吼。无暗无坎是公平可喜吼坎加那多恶五马卡斯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第四，算小是诈骗，算小砍价，即嘛敢若是讲砍少的款的吼。砍桥那多恶，你算小顶顶的代志，五马卡斯吼，所以五马卡斯我拄则看无啦，意思就是诈骗吼。所以呢，暗人嘛是有共算你甲装小就对了吼，暗人的即个意思吼。含拄则即个暗人无共意思，拄则即个暗人是我甲你庇护、甲你拥护、甲你I cover you， 即只呢是讲到歹听 ，I fuck you， 是我甲你，毋是甲你 cover 哈，即道是甲你，我甲你，甲你变高人安尼，就对，做高你人吼。共一个暗人无共意思，爱注意啊。好，诚趣味吼。第五个，迄个人真暗，咱就讲迄个人真暗，真贪心嘛吼。咱来看是。欲深哈，欲真深哈，欲真深，欲深。むやみに取り込む，即我都无理解哈。むやみに取り込む，这敢是真贪心的意思。欲深会当理解哈，就真贪心嘛哈。むかみに取り込む，我来查一下むかみ。むかみ。日本む是哦。むやみにむやみに取り込む。むやみに取り込む。むやみに取り込む。むや是即个むやみ啦吼 ，thoughtless, reckless, thoughtless, reckless 应该是较粗心大意，即个是就是无用心安尼啦吼。rush, indiscriminate, indiscreet, むやみ excessive, unreasonable, OK。就是 excessive, unreasonable, immoderate, absurd。むやみに，我日语无学甲遮尔好吼，无甲会理解讲伫咧日语むやみ较正确的意思，因为对英语的规则看起来，我实在是原来感觉无多通理解。等下吼，好，我。后壁搁一个解说是讲定义是啥物？迄个人安怎？迄个人安怎？可能你对咱读的迄个意嘛，讲伊可能做代志无较认真，也是讲安尼晦，也是无注意安尼用意。むやみに取
土里孔母，你讲迄个人真暗嘛？啊，讲迄个人真暗是啥物？卡里话，欲哭无加呢，无加地，后壁迄个，伊迄是古早的看啊，我真袂记头，我录了啥物？你看吼，咱对英语来解释即个母鸭咪，拢是都是粗心大意啦，吼，行事鲁莽，吼，拢是即种意思嘛。做代志安尼匆匆忙忙，吼，无一个无知就对啦。即个含贪心，对啊，无含贪心就拢完全无关系啊。看起来拢无即个意思吼。啊，第二个即敢有？我看觅吼。excessive unreasonable， 即看起来嘛是无啊。无迄个贪心的意思。敢若有啦，伤侪 excessive 吼，无合理，无站好啦，无站站啦吼，安尼会使安尼讲啦，安尼理解啦吼，就是伤过头啦。无站站。嘿，伤过头无站站吼。安尼讲，即个人是真暗，就会当理解啦吼。对日语的解释会当理解啦，啊，但是语感上就爱拄则我安尼讲的，啊，你着两手咧拢物件拢暗画来吼，拢你要滴安尼吼，即个人真暗吼。嘿啊，卡里话约克，不克尼不克的。第一路，迄字是以前的卡纳，迄是我路还是啥物？应该是一啦吼，第一路吼。好是一哦。嘿。第一路啊，第一路。敢若古早的卡纳。嘿。即马敢若无咧用。即马就是一啊，第一路。跟一的对哦。嘿。因为叫我打2的一的时阵，刚好写着我的即字，也毋过袂啊讲。嘿嘿。欲哭不可逆，不可第一路。咱来看一下不可，欲哭不可，即个不可。等下我先煞用即个去解释一下。母鸭咪咪托里科姆。英文，日文，日文伫倒位啊？哇！我这 Google 翻译起来吼，设计实在是真害。Take it without thinking， 母鸭咪尼托里科姆是 take it without thinking 吼。好啦，我哋就是即个人安尼，逐项都要知啦吼。过来。拄则讲要查啥物？卡里话欲哭不克吼，欲哭不克。欲哭不克。欲哭不克。不可呢是 fool idiot， 戆。卡里话欲哭不可逆，不可第一路。好啦，欲哭不可逆。不可第一路。这是你晓得？我甲这个用这个替代掉吼。
I often lose myself in my days， 这是黑白翻。哎，我真正认为这个信望啊，这真是真正翻了无一定讲较正确吼。よく彼はよく僕にボケている。迄个人真暗。哦，好啦，咱存疑啦吼，但是我嘛无确定吼，是毋是真贪心的意思？第六个就是拄则讲即个暗光吼，喙唇内底吼，即弯内底弯翘。第七个是カコヒオセルセス，カコヒオセル哦，就是围我来吼。第八个就是讲咱讲透蓝吼，为什么直接专工要来看即个呢？因为即个透蓝拄则是讲好蓝派吼，歹势，好安排，好安排吼。啊，另外是安来甲去，一緒に取り混ぜる，安来扯去，混ぜて平均する。就你拄则讲的啦，你拄则你用迄种，你讲就是啥？对，伊就有这意思嘛。我看的就是有这意思嘛，吼。安迪。是啥物小赌气嘛？我欠你，你欠伊。啊，对，安来扯去吼，啊，掠长补短，安尼小三拄啦吼。另外一个安迪包，应该是安尼读吧？安迪包。まとめてカフ紅茶に引き受ける，看无？安迪包毋知啥物意思？套蓝嘛，当然伊是讲有套蓝的意思啦。但是对咱我毋知影啥物意思，看无吼。まとめてカフ，まとめてカフ，好啦，咱就查一下。まとめてカフ，まとめてカフ。哇，那差遮侪。我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Submit together。Submit together。好来，咱个转来遮。安迪包吼，我毋知有读对个，因为这是歹势，我应该是读，应该是这是第二声，这是第三声吼。安，这是D吼，安，我先读本条安D包吼。安地堡，应该是安尼哈，安地堡啊，那变调的安迪堡，马多梅德卡鲁就是做一个啥物？歹势，我听袂清楚你讲啥。伊是伊是伊是 D 还是 A？ 哦，对，歹势是对。对，安地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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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若要读变调的安地堡，安尼，啊是安地堡，安地堡。まとめてカフ。まとめてカフ，伊即个カフ是卡。我则找无即个汉字，我只好用先甲符拍出来，我只好用即个。
台文输入输入法。马头麦的卡夫，什么？大量购买，安尼才大盘进货啦。Buy in bulk 就是大量进货。马头麦的卡夫，一手买就做，对。叫做安德堡啊，真正毋捌听人安尼讲啦，我嘛安德堡毋捌听人讲。好啦，袂要紧，但是今仔学一下日语啦，嘛头要得卡付吼，做一个真正侪。好，咱其实时间已经超过8分钟啊。等下吼，我手机啊啥？好，咱今仔日读到遮吼，咱甲即句读甲转来第几遮？读到倒位？暗无吧，迄搭遐。暗无吧，即个暗字啦，即个暗字，咱学太侪物件。好，不行面皮暗无吧，骹头捂着穿，就练落来，练落来，毋是练落来，练落来。对无？嘿，来，我即句我读个麻烦再麻烦你啦哈。不行面皮暗无肉，骹头捂着穿，就练落来。不行面皮暗无肉，骹头捂着穿，就练落来。我看后壁即句有啥物通好读无？擦真受气，就对胸坎甲头壳搁该赚2个，即死无命。即死无命，吼，歹势，即死无命，虽无命啦，吼。咱今仔算甲即段甲结束啦，吼。即段结束即个考营嘛，伫遮嘛领便当去啊，吼。擦真受气，吼，擦真受气嘛，吼。伊就练，因为伊骹头着穿，所以对老公顶拨落来，吼，练落来，吼，拨落来，真正是拨落来。擦真受气，吼，啊，擦啊真受气嘛，就对胸坎，对胸坎哦，甲头壳，除了胸坎佮头壳，吼，佮该赚2个，吼，哇，这胸坎头壳这拢要害嘛，吼，这赚这2个绝对死，吼，即死无命，吼。即句应该无啥物通好，啥物鬼说，擦真受气，这大家知嘛？就对胸坎吼，顶八卦，对无？胸坎顶八卦吼，甲头壳吼，佮该赚2个，即死无命吼。好来，我读一遍马文再换你吼。擦真受气，就对胸坎甲头壳，佮该赚2个。即死无命，擦真受气，就对胸坎甲头壳，搁该赚2个，即死无命。即死无命吼。好，咱读到遮吼，后礼拜咱再搁继续来读出死线。感谢林贤吼，林贤，你要含阮甲阮爱杀子一个无哈？我甲你邀请，你要。含阮开讲者无？伊拄仔是讲伊无闲。你无闲啊？歹势，我无注意看。好，来，伊有本名啦，林聪荣，应该是荣啦吼，林聪荣可能是吼，我毋知你本大家安怎叫你个名吼。那白话音是清啦吼，我毋知影是大家甲你读清还是聪荣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听无，你讲啥？CONG 啊，伊个罗马字。从容哦 ，OK， 罗马字。OK， 从容。
点头上看。伊这个从容，这应该是你写华语的读法吧？有可能，嗯，嘛有可能是可能是福建人吼。哦，举这是举手的意思吗？我甲你invite一下。打脚好讲对。拍招呼尔好，哎，暂时歹势，我知影你可能无方便吼，阮要关房啊，所以嘛无法度甲你等。安尼咱到遮，后礼拜再个规章过来开始，好，感谢，好，再会，关房。感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后礼拜过来。